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就已提交的免稅額申請作出回覆。納稅人可透過個人稅務網站或經稅務代表透過稅務代表網站提交回覆。就已提交的免稅額申請作出回覆共有3個步驟。點擊繼續以前往下一頁。請仔細閱讀重要提示事項。點擊指南圖示以取得更多申請期限的資料。輸入課稅年度，並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稅項類別。然後點擊回覆現有申請以前往下一頁。你可點擊返回以回到上一頁，或點擊清除以刪除所有輸入的資料。請輸入回覆詳情。若要上傳任何補充資料，點擊附上附件並選擇要上傳的文件。點擊瀏覽以選擇相關文件及點擊開啟以確定選擇。點擊返回上頁以儲存附件。點擊繼續以前往下一步驟。檢查你提供的回覆詳情及已上載的檔案。若你使用個人稅務網站提交回覆，你可以剔選此方格以抄送此回覆給你的稅務代表的網站帳戶。如資料正確，點擊提交。恭喜你，你已成功提交回覆。你可以列印或儲存此回覆的確認書。點擊退出返回個人稅務頁面。